哦，唱这首歌好讽刺哦，明明喉咙不舒服。也是安慰自己的一种。这样听完第一首，有要想买的冲动了吗？只有这样子哦。外面没有卖之前剩下的专辑，新专辑要等到12月20号，12月20号快到了，就下礼拜。然后写这个专辑的歌也蛮有趣的。当然我也很感谢，就是有一些朋友，不管我做什么事情呢，都很支持我。就像有时候演唱会带着这些部落的弟弟妹妹，然后去跟我一起出去表演，然后有时候会把这些钱带回来部落里面做一些事情，我都还是看得到这些很支持我的朋友，不晓得在跟什么，有点像狗仔队啊，不过很可爱，因为他们眼睛都在看，每次表演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出现，我很感谢他们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很认真唱歌，每天想的都是回家。当然我也很对不起这些朋友，在那个时候我就想了一首歌，也写这首歌，献给一直很支持我的拉铁粉，谢谢你们。要唱这首歌，这首歌叫《糖果》。哦，亲爱的，你还好吗？要感谢你陪我无数夜晚。哦，亲爱的，你还好吗？请原谅我。时光，看见你感到憔悴的时候，我也会难过。我像是装来的小孩，梦想是糖果，最值得现实的挣扎之后，要与我分享这甜蜜的最后，只你有。哦，亲爱的，你还好吗？要感谢你陪我无数夜晚。哦，亲爱的，你还好吗？请原谅我为了梦想痴狂，看见你